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6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第1节到22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管家。圣灵降临节之后，一直到待降节期是一个实践期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所说的，他要求父差遣圣灵保惠师，他来是要提醒世人所有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让我们去遵行。这就是圣灵降临节后，基督徒需要去努力学习实践的一件事情。过去的这几天，我们都谈到了以利以及他的2个儿子的问题，也提到了先知对以利家庭的预言。在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第1节到22节，记载了他们全家的结局，正如同先知的预言一样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选民，特别是上帝的好管家这样的一个职责。经文这样的记载到，那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出去迎战，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扎营，非利士人在亚弗扎营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进攻，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，打败了他们，差不多杀了4000人。当残兵回到营里的时候，以色列的长老们说，今天上主为什么让非利士人打败我们呢？我们到示罗去，把上主的约柜抬来吧，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去，把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。于是他们派人到示罗去，把坐在基路伯上的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跟着约柜一起来。约柜到达军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大声欢呼，连地都震动了。非利士人听见了喊声，就说，听那从希伯来营中发出的呼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当他们发现那是上主约柜到达希伯来营中，都就害怕。有生命到他们的营里来了，我们完了。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。谁能救我们脱离那些大能的神明呢？在旷野杀死埃及人，就是那些神明啊。非利士人要勇敢，要做大丈夫，不然我们就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，像他们从前做我们的奴隶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，英勇作战。非利士人拼命打仗，以色列人被打垮了，个个逃回自己的家里。阵亡的士兵非常的多，以色列军约有3万军人被杀。上帝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。当天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，他撕破自己的衣服，洒灰在头上，表示悲痛。以利心里非常挂虑上帝的约柜，坐在路旁观望。那人在城里把消息传开，人人都恐惧嚎哭。以利听到嚎哭的声音，就问，为什么有这声音？那人也赶到以利跟前报告消息。当时以利已经98岁，眼睛几乎全瞎了。
那人说：今天我从战场一直逃到这里。以利问他说：我儿怎么了？那人就说：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走，我们惨败了。此外，你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都被杀死了，上帝的约柜也被抢走了。那人又提到约柜的时候，以利的从城门旁边他的座位上向后倒下去。以利又老又胖，一倒下去就跌断了脖子，死了。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。菲尼哈遗孀的死，以利的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有身孕，快到产期，她听说上帝的约柜被抢走，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突然间的阵痛，生下孩子。她快要死的时候，在旁边照顾她的妇人对她说：勇敢一点，你生了一个儿子。但是她不理也不回答。她给孩子取名叫以加伯，意思是说没有荣耀，并且解释说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，只约柜被掳。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她说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，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走了。彼得在写给初代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的，基督徒应当要成为一个尽职负责任的上帝国的好管家。圣经这样说：万事的终局都要近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的相爱，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的罪过。要彼此殷勤接待，不要埋怨。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，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，彼此服侍。谁宣讲，就得宣讲上帝的话；谁服侍，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归给上帝。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，世世代代。阿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，不要惊怪，好像所遇到的是很不平常似的。你们应该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一件乐事，好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喜乐。你们若因从基督而受凌辱，那你们就有福了。这表示荣耀的圣灵，就是上帝的灵，在你们身上。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受苦，不可是因为凶杀、作贼、犯刑案，或好管闲事而受的。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，不要因以为耻，却因此被披戴着基督的名而荣耀上帝。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家的儿女就要先受审判。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，那么不信上帝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？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义人得救已不容易，不虔的罪人又怎样呢？所以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人，应该不断的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依赖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。盼望我们在追求信仰、教会生活、教会建筑发展时，能够有正确的态度，成为一位上帝家里忠心的好管家。诗篇138篇，感谢的祷告。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我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，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信实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过一切。
希伯来文是你的命令比你的名伟大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。他们要歌颂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大荣耀。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，狂傲的人无法在他面前藏匿。我被围困，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的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用你的力量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蒙福领受恩典之后，呼召之后，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的服侍，成为上帝国中心的好管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